都老实点儿，明白吗？从今天开始，这里我说了算。老大，你是他们的老大，以后老大的位置让给我，你一点吧，放开。我要是不放又怎样？小东西长得还挺清秀。就这点实力也想当老大？我今天该出狱了，替我好好照顾照顾。您放心出狱吧，老大。敢在第4监狱这么嚣张，我们肯定好好教教他规矩。这可是第4监狱，咱们刑期就没有低于20年的。老大这么年轻就出狱了？老大是为了保护女朋友，把一个富二代打伤了。他本来就不应该关在第4监狱。什么？是有人故意害老大？等我出去，一定要灭他满门。以老大的实力，还用你帮？嘿嘿，说的也是哈。哎，哥几个，这次醒了，就你叫狼王是吧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恭喜少爷出狱！不愧是少爷，这么多人面前都不露怯。少爷，你们认错人了吧？不会认错，我叫顾言，是纳兰老板让我来接您的。不止如此，老板还给您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。师傅。哟，哪儿来的小白脸儿？皮肤够嫩的了，哈哈哈哈！今天哥几个有福了。呸！给脸不要，去捡起来。找死！不。我现在给你机会，打回去。你小子有股狠劲儿，愿不愿意拜我为师？我师傅在哪？纳兰老板有要事在身，暂时不能和您见面。这是老板让我带给您的。少爷，当年您的女朋友陆琪被郑阳羞辱，您为了保护她，打伤郑阳才会坐牢。但她现在要和郑阳结婚了。不过3年，就已经物是人非了。少爷，要不要我找人？算了，现在他们就是2个无关紧要的人。当年郑阳只是受了轻伤，
以我的罪名也不应该被关在第4监狱。郑阳只是个普通的富二代，他没这个能力影响判决。可除了郑阳，还有谁会下海？让后面的车别跟着了，你先送我去个地方。我从小是姑姑一家养大的，没想到3年时间，他们竟能在这种地方买房。这儿的房子恐怕都不便宜吧？这里是君临集团开发的中高档小区，每平米均价5万左右。看来姑父的生意做得的确不错。你是君临集团总裁？少爷，您才是实际控股人，君临集团是纳兰老板送您的礼物。给我的？老头是真有钱啊！少爷，用不用我跟你一起进去？不用，你先走吧，有事我会联系你。对不起，少爷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这交给你处理，先走。好的，少爷。李军，你出狱了？唐竹，老同学，好久不见。他不会是来偷东西的吧？你来这是？我姑姑和姑父住在这儿，来看看他们。才我见到谁了？是李军，他出狱了。小军，你先陪你姑父聊会儿天，姑姑去做饭。姑父，既然出狱了，就赶紧找个业务做。我看报纸上有个小区在招保安，你去试试吧。不用，其实我……白敬亭，我侄子可是考上华清大学的状元，你让他去当保安？哼，那又怎么？他一个进过监狱的人，当保安，人家都不一定愿意要，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？小薇，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有通知说君临集团的老板要来视察，所以一直等到现在。小薇，你见到君临集团的老板了？能不能介绍给我认识认识？爸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哪有那个本事？再说了，人家今天根本没来。要是咱家公司能和君临集团合作就好。姑父，这是君临集团顾岩的名片，合作的事儿你可以联系他试试。李军，你怎么来了？对了，小薇，你哥今天刚出狱，能不能让你哥也去云林集团上班？哪用我帮？他不是认识我们顾总吗？让他给顾总打电话呗。小军啊，做人要脚踏实地。姑姑，我不对，这名片上的烫金好像是真的。真的，真的。小军，你真认识顾总？我回来的时候看到顾总的车路过咱们小区门口，应该是顾总不小心掉的名片，让他捡到。能捡到顾总的名片，也算你运气不错。不过可别不知好歹的去联系人家，要认清自己的身份。小薇，你就帮帮你哥吧，哪怕叫去君临集团当保安，工资也比普通保安高1折啊。行吧，正好晚上有个合作方叫我出去吃饭，让他跟我一起去吧。要是他愿意帮忙的话，君临集团肯定会给他这个面子。小军，去了一定要好好表现。姑姑，我……好，放心吧，姑姑，我会好好表现的。快去！
他可是蹲过监狱的，别到时候惹出什么事，影响了小薇的工作。不可能，小军这孩子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不是那种不知轻重的孩子。我去做饭了。哪位？是顾总吗？我是白薇的父亲，想和您谈谈合作的事儿。果然没用。一会儿白薇来了，大家想办法把他哥带走，别耽误我事儿。放心吧，超哥，这事包在我们身上，今天肯定让你抱得美人归。超哥，这药劲儿可大着呢，注意身体啊！你拉我干什么？里面的人对你图谋不轨，最好还是不要来往。白薇，我们回去吧。你做监狱做的脑子糊涂了。张超是君临集团都很重视的合作商，他家里有钱有势，能图谋我什么？我警告你，进去别乱说话。小薇，快来！不好意思，超哥，我来晚了。你就是小薇的哥哥吧？放心，想进君临集团就是我一句话的事，离我妹妹远点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怎么跟超哥说话呢？找死是吧？你干什么？超哥，我哥他刚出狱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看在白薇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不好意思，走错了。有美女啊，那一起喝点儿。给我滚出去！敢打我！你等着！超哥，要不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？怕什么？整个楚州谁敢不给超哥面子？就是一个小混混而已，超哥会怕他？希望一会儿你能演得这么自信。什么意思？我跟你很久了。哥，就是他打的我。我是张氏的。张氏，老子管你是谁，连我霍东的弟弟都敢打，我腻了。你是垄断整个楚州娱乐场所的霍东。东哥，是他打了你弟弟，可不关我们的事啊！你们既然是一起，那就都有责，一人100万，或者留下一只手。先从你来，给钱还是给手？对，钱，我给钱。我们也给钱。你们俩呢？真的跟我没关系，我也拿不出100万，能不能放我走？没钱没关系，肉偿也可以啊！闭上你的臭嘴！
你先走，这里交给我。都给我老实点，让他走。小东子，看来你出来以后混得挺不错呀。老大，您出狱了怎么不说一声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哥，你这是……别废话，赶紧把人都放了。老大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都是误会。对，都是朋友。你说他们3个不熟，你看着办吧，我还有事先走。钱不要了，把他们手打断。啊！给我安排个住的地方，还有，记得明天来接我去君临集团。那个新老板好年轻啊，年少多金，不知道结婚没有？别做梦，回家多照照镜子。喂，妈了，李军工作的事儿我会再想办法的，先挂了。新老板长得怎么这么像李军？一个是集团董事长，一个是刚出狱的劳改犯，人和人的区别真是比人和狗的区别都大。各位，新老板马上就要到了，该怎么做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放心，梁总，我们肯定以您马首是瞻。是，梁总说的是。这位就是李总吧？大家欢迎李总。梁勇是集团元老，集团高管几乎都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。集团上个季度的利润同比增加5%，在座的各位功不可没。我决定给大家……不敢，我们可不敢抢功，这都是梁总的功劳，不然集团哪能这么快突破100亿市值？是吧，各位？说得对，没有梁总就没有今天的君临集团。哪里，能做出这个成绩，也离不开各位的支持。取消这份涨薪方案。既然都是梁副总的功劳，那就梁副总单独涨薪50%，其余人薪资不变。好的，李总。只有我自己涨薪，这不合适吧？大家也都就这么定了。梁副总，公司就交给你了，我有别的事儿，我先走。少爷，梁勇涨薪的事儿已经落实了。梁勇有什么反应？没有任何动作，他开完会就一直待在办公室，谁也没见。怎么会没动作呢？这是。原来在这儿等我呢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少爷。嘘。用步枪跟我对狙，愚蠢至极。
这怎么可能？就这点本事还想杀我？少爷，你没事吧？你在乱谋就有事了。你们怎么才来？我花那么多钱雇你们有什么用？倒是小看了这个梁勇，胆子够大，下手的速度也够快。少爷，既然他先不讲规则，我现在带人去把他处理掉。处理他简单，集团的业务怎么办？难道就这么放过他？放过？那我不如直接把君临集团送了。去把梁勇请过来。是。质量不错，这个桌子留下。好的，少爷。放开我！我是集团副总，谁允许你们这么对我的？信不信我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梁勇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清楚吗？顾总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集团副总。你这么把我强行从办公室带出来，以后我还怎么管理集团？这么说，梁副总真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？我怎么会知道发生什么？这是你的办公室，又不是我的办公室。你说的对，这是我的办公室。刚刚有2名杀手拿着枪破窗而入，那座楼顶还有个狙击手。李总，这个玩笑可不好笑。这可是顶楼，破窗而入，蜘蛛人吗？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死人了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让我回去！刚刚遇袭的时候，梁副总为了保护我，跟杀手同归于尽。在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跟杀手同归于尽了？别放手！求你别放手！你这是杀人！你要坐牢的！杀人？谁杀人了？顾言，你也看到是梁勇和杀手同归于尽了。梁总，你放心，集团会给你家里发一笔见义勇为奖金，后续的丧葬费也由集团承担。他妈见义勇为，我不要！放心去吧。别松手！千万别松手！求你了，李总！求你了，李总！别杀我！不是你还能有谁？不是我，李总。开完会我才打电话叫的人，他就算来也没有这么快。你找的霍东？对，是霍东。我也没打算杀人，就是想让他给你点教训。你看这事儿闹的，原来是误会梁副总了。快起来吧！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我腿软。黄总，你也太厉害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黄总，君临集团那边失手了。什么 S 级杀手，一群废物！
青稞集团黄四月，对，黄四月还是楚州的风云人物，最近几年才刚刚洗白，成立的青稞集团。所以他为什么派杀手来杀我？我们两家是竞争对手。黄四月一直想要并购君临集团，想借此让青稞集团的市值突破1000亿，结果君临集团被纳兰老板先一步收购了。我今天会来集团，是你告诉黄四月的。李总，我发誓我真不知道他会派人杀你，不然我绝对不会泄露您的行踪。我还是喜欢你之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。李总，之前我是瞎了眼了，从今天起我就是您的一条狗，您……行了，滚吧。青稞集团的事儿你怎么看？抱歉，少爷，没想到黄世月竟然这么不守规矩，我应该早点提醒你的。这事儿不怪你，那个黄世月狗改不了吃屎，黑的就是黑的，永远也洗不白。你先忙，我妹妹也在这上班，我去看看她。部长，您找我？你自己看看，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？张氏要解约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和张超明明谈得好好的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事实就摆在眼前。我告诉你，白薇，这笔订单要是黄了，那就是近100万的损失。虽然对集团来说不算什么，但你恐怕得卷铺盖滚蛋了。部长，这怎么算在我头上呢？不算在你头上，难道算我头上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文件放下，出去。不能怪我，谁让你被张超看上了？张少，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，白薇肯定会去求你。你看我们之前谈的辛苦费。放心，答应你的回扣1分不会少。老子还没吃过这么大亏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连霍东你都敢招惹，活得不耐烦了是吧？就是发生点误会。爸，真是误会，而且我还认识了个大人物。哼，就你这德行，能认识什么大人物？连霍东都得跪着跟他说话，你说算不算大人物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，没骗我？真的，爸，我2个朋友都在，他们都能作证。白薇的哥哥身份绝对不一般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对白薇隐藏身份。你懂个屁！有些人就是喜欢隐藏身份，扮猪吃虎。儿子，你确定那个白薇对你有好感？当然了，不然大晚上能跟我去 KTV 吗？好，霍东的名气可不比黄思妍当年弱。只要你能娶了白薇，那我们张家算是彻底崛起了。放心吧，爸，手拿把掐。小薇，你这么早就下班了？李军，谁让你来这找我的？要是让我同事看到了怎么办？我来找你跟你同事有什么关系？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要是让人知道我有一个坐过牢的哥哥，他们会怎么看我？你工作的事我会想办法，但是你能不能不要逼我？小薇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看看你有没有我能帮忙的地方。我不知道你在哪一层，所以才在楼下等你。帮忙？你还是先顾好自己吧，以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别来公司找我。好像忘了什么事儿了。
东哥，你看对面那个不是昨天在 KTV 的那个女的吗？要不我们把她抓来，给你出出气。啊！你想死别带上我。我能从第4监狱活着出来，就是因为我知道什么人能惹，什么人不能惹。你们最好也给我把眼睛擦亮点。快走！你别过来，我真的没钱，放过我吧。你误会了。祖宗，快别哭了，你真误会了。老大，我就是来打个招呼，您妹妹误会了。你看这事儿闹的。老大，你和李军认识？对，我和老大是一个监狱的，我们关系特别好。我明白了，李军，我好心让张超帮你找工作，你却和一个混混故意设局敲诈张超。我敲诈张超？开什么玩笑？别装了，得罪了张超，我工作都要丢了。现在你满意了，让开。那个老大，您先忙，我就不打扰了。站住！老大，这事儿真不怨我呀，你这妹妹实在是太会脑补了。我也没说怪你啊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是来找人的吧？您怎么知道？我有个朋友叫梁勇，他找我帮忙收拾一个人，我这不是在这等？不用等了。来吧，我就是梁勇要收拾。老大，你慢走。好你个梁勇，竟然坑老子！东子，咱们之前说的事儿就算了，但是你放心，钱我照付。你该不会已经动手了吧？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要收拾的人是李军？你想害死老子是吧？你也不是他的对手。10个我绑在一块儿也不够看，别再招惹了，不然谁也救不了你。钱记得打我卡上。梁总，顾岩跟我要青科集团的资料，要不要给他？顾岩的名字也是你叫的，要叫顾总。这种事还需要问我吗？赶紧把资料准备好，等会儿我亲自送到顾总办公室。陆琪，我真的羡慕死你了，婚房居然这么大！我要是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，死也瞑目了。到时候我让郑阳给你多介绍几个有钱的朋友，你可得把握机会。李军，你不会是来找陆琪的吧？李军，既然出狱了，就找个工作好好生活，别来纠缠我。我马上要嫁人了，我们之间不可能了。听说了，和那个给你下药的富二代是吧？以前倒是没发现你是这种女人，
不过现在发现也不晚。你一个坐过牢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对我评头论足？李军，我劝你还是别对陆琪心存幻想了，还当自己是华清大学的高材生呢。现在的你可配不上陆琪。确实配不上，不过，是他配不上我。李军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就是想当我陆琪的舔狗都不够资格。别装了，李军，你费尽心思的找陆琪，不就是想让他回心转意吗？别做梦了。我费尽心思找他，你俩还真会幻想。把路让开，我要回家了。回家？李军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里最便宜的别墅都要1000万起步，厕所你都买不起。懒得跟你们废话。怎么样，小齐，婚房还满意吗？你竟然还活着！怎么，我活着出狱让你很惊讶？我有什么可惊讶的？不过你没死在监狱还真是可惜。老公，我早就跟他断了，我现在只爱你，可他现在还要纠缠我。李军，我和陆琪马上要结婚了，我警告你最好离他远点，不然我让你再回监狱待几年。婊子配狗挺好的，祝你俩天长地久。老公，算了，他烂命一条，我们没必要跟他一般见识，我们走。今天就放你一马，别让我再看到你。难道他真住在这？这怎么可能？李军，你妹妹好心给你找工作，你就是这么报答她的？姑父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我就知道是假的，一个刚出狱的劳改犯怎么可能买得起别墅？白眼狼，亏我和你姑姑对你这么好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？你干什么？有什么话好好说。就因为你这个侄子，女儿的工作都快丢了，你还护着她。张超是君临集团的合作商，你竟然敢敲诈人家，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。要不是小薇帮你瞒着，人家收拾你轻而易举。小军，你还年轻，姑姑知道你只是一时走错了路。姑姑，我和霍东是认识，但他和张超的事与我无关，而且那个张超很明显对小薇图谋不轨，以后还是让小薇少和他来往吧。就算是图谋不轨又怎么了？张超可是张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他要是能和小薇走到一块儿，那对我们家是天大的好事。小薇，你也这么想？我的事不用你管，张超也没你说的那么不堪。真是蠢的无药可救。你就是个刚出狱的劳改犯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我看你是坐牢坐久了，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白敬亭，你给我闭嘴！怎么，我哪说的不对吗？算了，姑姑，我先走了，改天再来看你。明明都是一家人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纳兰老头最喜欢古董，2年没见，给他挑个礼物吧。周会长，这可是极为少见的精品，要不是您来，我根本不会拿出来。不错是不错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也就是件仿品，你张口就要8万，黑了点吧？您看看这质地，就算是仿品也是古董啊，而且最少是明清时期。5万，我最高只能出5万。周会长，您也是大老板，以您的身价还在乎那几万吗？在我这儿，它就值5万。8万，这幅画我要了。成交，这幅画是你的了。这位小友，这画虽然仿得不错，但5万已经不算低价了。你确定要花8万买一幅只值5万的画？谁说它只值5万？这幅画最少值800万。
800万！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总是想着捡漏。我建议你还是先练练眼力，再来淘宝。小兄弟，我这店开了20年了，这画要是能值800万，我这店里的东西你随便挑，不要钱。先付钱，省得你一会儿反悔。等等，小兄弟，古董讲究钱货两清，可没有退货一说。谁说我要退货了？你会接话吗？真有第2层。画工远不如刚刚的仕女图，现在别说是5万，连5000都不值。小伙子眼力不错，但是运气不好，就当花8万买个教训吧。继续接，还接？再接这画可就废了。接，废了算我的。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。慢慢接，千万别着急。这竟然是真迹！小友厉害啊！我叫周炳坤，是楚州商会的会长，平时就喜欢收藏一些古董。3天后我打算办一场慈善拍卖会，到时候请你一定要来捧场啊！3天后我一定到场。我记得你好像说过，这画要是值800万，你店里的东西让我随便挑。小子，你别太过分，我也不是吃素的。怎么，你还想以势压人？愿赌就要服输。依我看，就让小友在你店里随便挑选一件吧，拿走什么东西全凭眼力。就他了。小友好眼力，这古玉起码要200万，确实是这里最贵的东西了。那就多谢了。小薇，马上吃饭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先不吃了，张超约我去参加一个慈善拍卖会，顺便看看张氏解约的事儿，能不能再商量一下？小薇，张超是不是真的对你有意思？好，太好了，你可要把握机会。咱家公司要是能攀上张氏集团，你还上什么班啊？君临集团的工作没了就没了，你嫁进张家的事才是重中之重。说什么呢你？把女儿当什么了？再说那个张超人品怎么样，我们都不清楚。人品值几个钱？再说了，张超人品再不好，人家起码没坐过牢。好了，你们别吵了，我要来不及了。小薇，跟那个张超接触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哥他不会害你。小薇，2楼那些都是楚州商界的顶层，我得去打个招呼，不方便带你上去，你先自己随便逛逛。李军，你疯了？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不好好找工作，出来乱逛什么？我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古董买几件。买古董？这里拍卖的东西动辄几十万，你还真敢说？我警告你，千万别动什么歪心思，这里的人你惹不起。说完了，说完别挡路。行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你好，先生，请出示请柬。真是自取其辱。您就是李军先生吧？周会长在楼上贵宾室等您，请。怎么可能？他凭什么能上去？君临集团和青稞集团都是我楚州商界的大集团，何必斗得两败俱伤呢？我看城南那块地，不如你们1人1半算了。哼，
周会长，据我所知，君临集团根本没有对城南的开发计划，顾总这是在故意针对我呀。之前是没有，但现在有了，而且不光是城南，以后青科集团做什么项目，我君临集团就做什么项目。你这是打算要跟我斗到底了？没错，我就是要让青科集团破产。大家做生意要和气生财。顾总，你们两家这么斗下去，不会有赢家。而且你也得问问那位君临集团的神秘老板同不同意，你还没资格跟我宣战。我会请示我们老板的。不用请示了。李军小友，我这儿还有点事儿没处理完，你先到外面等我一会儿。周会长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君临集团的老板。李军小友是真人不露相啊！周会长，顾言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君临集团和青科集团只能活一个。年轻人口气不小，楚州的水深着呢，小心淹死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我这是好心提醒你。够了！拍卖会马上要开始了，别闹得太难看。周会长，拍卖会我就不参加了，我对古董没兴趣。黄四爷近几年虽然洗白了，但做事还是有些不择手段，你们要小心点。多谢周会长提醒。黄总，您可得多提携提携我。李军小友，能上2楼的都是楚州百亿俱乐部的成员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李军小友，他就是那位收购了君临集团的神秘老板。李总年轻有为啊！没想到李总这么年轻。百威大哥竟然是君临集团的老板！拍卖会马上开始，请诸位多多支持啊！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慈善拍卖。今天拍卖所得款项将全部捐给贫困山区。今天的第一件拍品由君临集团的李总赞助，起拍价50万。我以你的名义捐赠了一件拍品，参加这种慈善拍卖对集团的正面形象有很大提升。这种事不用告诉我，你做决定就好。少爷竟然这么信任我。60万，我出70万，我出200万。少爷，你认识那个人？你不认识？张氏集团不是集团的供应商吗？集团的供应商有近100家，张氏应该是个小供应商，不然我不可能不记得。本来以为收拾了他会影响集团利益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2楼这位先生出200万，还有更高价格吗？少爷，要不要我把东西买回来？不用，他愿意买就让他买，该解约就解约，不用客气。好的，少爷，我现在就通知下去。恭喜这位先生以200万的价格获得第一件拍品。李总，还记得我吗？那天在 KTV， 咱们之间有点小误会。正式跟您介绍一下，我是你妹妹白薇的未婚夫，张氏集团的张超。张总，你是李总的妹夫，怎么不早说？咱们刚刚谈的项目就交给张氏了。本来还担心你们张氏的体量不够，但是有李总在，肯定没问题。您放心，我们张氏集团在我没发火之前，自己滚！姐夫，咱们迟早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吧？李总，我已经跟集团市场部打过招呼，让他们马上安排与张氏解约。解约？李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还不明显吗？还有，谁跟你是一家人？你也配？
怪不得张氏一直在走下坡路，连规矩都不懂。这是你能上来的地方吗？你看我干什么？是你爸求着让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我可没让你赖在这儿不走。周会长、李总，张氏跟我可没有半点关系，千万别误会。李军，我真是白薇的男朋友。对了，白薇也跟我一起来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张氏集团从今天起从楚州商会取名。你们不能这样，我真是白薇的男朋友。李军，你给白薇打个电话，她真跟我一起来了。抱歉，李总，是我手下的人没有维持好秩序，让你看笑话。一些小插曲而已，周会长不必自责。我很期待之后的拍品。拍卖继续。今天的第2件拍品是由周会长捐赠的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敢这么对我，我要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军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？你抓疼我了！对不起，小薇，我刚刚找不见你，太着急了。我们快回去吧。不好意思，张超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想先回去了。拍卖会很快就结束了，你再坚持一下。我自己打车回去。你干什么？我说了我不回去。小薇，这么晚你自己走我不放心，还是我送你回家吧。好吧，那麻烦你了。小薇，我刚刚在里面好像看到李军了。我也看到了。你哥的身份好像和你之前说的不太一样啊。小薇，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，要不我和你一起回家见见伯父伯母怎么样？这也太突然了，对不起，超哥，你让我再考虑考虑。再考虑考虑，等你考虑完，我张氏集团就得破产。今天你不答应也得答应。张超，你别乱来！要不是因为李局，上次在 KTV 我就把你办了，这次我看还有谁来帮你。李总，今晚让您破费了。周会长客气了，我只是做些力所能及的。以后每年拿出集团总利润的10%，捐赠贫困地区。好的，少爷。李总，我替那些山区的孩子谢谢你们。周会长，你这不是折煞我吗？出什么事了？臭婊子，给我过来！不好意思，周会长，我有点急事要处理一下。去查张超往哪个方向走了。来人，把所有人都派出去，我用最快的速度找到张超。是。李总放心，只要人还在楚州，就肯定能找到。有消息我会尽快通知你。麻烦周会长了。小东子，让你手下的兄弟帮我找个人。你现在放我走，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什么都没发生，晚了。君什么都知道了，你就是想让我死。爸，你干了什么？君临集团要跟我们解约，黑白两道也都满世界找你，你想死别拉着整个张氏。爸，你得救我啊！真的不怪我，是那个李军欺人太甚。待在原地别动，什么都别做，我马上过去。
婊子，你还敢跑！百威，别躲了！我知道你就在附近，赶紧滚出来！臭婊子，让老子找到你，一定弄死你！躲？你能躲到哪儿去？救救我！别怕，先上车。叔叔，快开车！没事，你安心坐着。玩女人都玩不明白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废物？爸，那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生米煮成熟饭。李军要是不想他妹妹的照片传得到处都是，就认你这个妹夫。要不先找个酒店吧，在车里我不好发挥啊。你长脑子了吗？知不知道现在整个楚州都在找你？再不快点，咱们都得死！赶紧，别浪费时间了。东哥啊！霍东是吧？我和黄四爷一起吃过饭，有话咱们好好说，没必要闹得太难看。哼，黄四爷，你是说黄四月那个老东西？不好意思，他在我这儿没面子。没关系，听说东哥喜欢钱，要多少钱你说个数，你就当今晚没看见我们，大家各取所需。你这老王八挺能忍啊！我把你儿子打了，你还要给我钱？俗话说得好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好。知道我为什么到现在都没动你？先帮我把他送回去。回家吧，放心，今天的事哥会让他们后悔一辈子。你是张超的父亲，李先生，我就这一个儿子，您能不能高抬贵手放过他一次？我愿意赔偿，整个张氏集团都可以给你。给你提点建议。您说，回去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好好教育他。趁还有机会，再生一个，想办法把他送去第4监狱。我不去，我不去监狱，是他，都是他，只是我这么干的。个逆子，再敢胡说，我弄死你！你疯了！我是你爸，李总，是他，都是他让我干的。是他要拍百文的视频威胁你！老东西，不老实啊！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放心吧，老大，这2个畜生交给我。绝对让他们下半辈子都记得今天。我怎么生了这么个蠢货！
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这么晚了，小薇怎么还没回来？电话也打不通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。能出什么事儿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不行，我总感觉心慌，我得去找找小薇，你跟我一起去。真能瞎折腾。肯定是小薇回来了。小薇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妈！顾总，实在太感谢你了，不然小薇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。谁知道张超竟然是这么一个畜生，我真是瞎了眼了，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小军之前就说过，让小薇离张超远点儿，你就是不信。这事儿李军也有责任，要是他拦着点小薇，哪能出这种事儿？还不是你看张超有钱就想卖女儿，现在还好意思怪小军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疯了，说话看着点场合，顾总还在这儿呢。顾总，今天真的谢谢你了。你该谢的不是我明白。顾总，我明天在百味楼订一桌酒席，请您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感谢的机会，不然小薇心里也会不安的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姑姑，就送到这边，我的车就在楼下。姑姑，顾总，等一下。明天军哥有空的话，可以让他一起来吗？我会请石少爷的。少爷，小薇，怎么了？我没事妈，就是有点累了。快回去好好休息休息。怎么样？顾总答应明天一起吃饭了吗？爸，其实李军没事，老是提他干嘛？我问的是顾总有没有答应一起吃饭的事儿，这可关系到咱家公司未来的发展。顾总应该会去。好，太好了，咱家公司终于要起飞了。妈，我累了，先去睡。走，今天妈陪你睡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少爷，您的电话打不通。我在洗澡没听见，有事儿？白家明天想要在百味楼请你吃饭。就这事儿。行，明天我会去的。少爷，那我先走了。这么晚了，要不别走了？这不合适吧？会不会太快了？什么太快了？你不会以为是跟我一起睡吧？楼上有很多房间，不过你要是想一起也不是不行。我才没想。洗完澡忘关水了。你误会，真是误会，我以为我洗完澡忘关灯了。昨天少爷，是我走错了房间，不怪你。我好像还没说是什么事。不管什么事，少爷都不必放在心上。真的？少爷，请不要打扰我工作。怎么还没来？要不你给顾总打个电话问问？我没有顾总的电话。你没有，我有啊！你忘了之前李军捡的那张名片了？电话是真的，也算他干了件人事儿。爸，其实李军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行了，今天别提他，不然让顾总知道咱家有个刚出狱的亲戚，肯定会留下不好的印象。你不打我打，你们进去吧，我自己在这等。爸，让他在这等吧，我们走。
到底是女人，头发长见识短。无法接通，这是把我拉黑了。哎呦！少爷，南山开发项目是集团今年最重要的项目，这份草案我还没看完，要不你自己去吧，我在车里等你。辛苦顾总了。李军，姑父，谁让你来的？你知不知道今天对我家来说有多重要？要是被你搞砸了，我饶不了你！赶紧走！不是你请我来的，肯定是李梦云为了让这小子进君临集团，又擅自做主把他叫来了，真是不知轻重。你回去吧，今天要宴请的人可是顾总，你什么身份不知道吗？也配跟顾总坐一桌？工作的事我可以给你安排，大不了让你进我公司当保安。现在赶紧走！你确定让我走？不然呢？你以为自己是什么重要人物？别以为你姑姑叫你来，你就能攀上君临集团的关系。像你这种想走捷径的年轻人，我见多了。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。哟，这不是你前男友李军吗？在这儿都能遇见，真是巧了。李军，你能不能不要一直追着我不放？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我追着你不放，陆琪，你到底是哪来的错觉？有妄想症就去治，别来恶心我。你不承认也没用，再跟着我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李军还真不一定是来找你的，应该是来应聘服务员的。我和这儿的老板认识，用不用我帮你说几句好话呀？你看什么看？差点忘了，我们还有账没算清。什么账不账的？我会欠你一个劳改犯的账。我会被关在第4监狱，应该离不开你的帮助吧？什么第4监狱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够了，别以为你说几句莫名其妙的话，我就会对你另眼相看。我警告你，别再来骚扰我了。老公，我们走吧。郑少，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，真是太巧了。你谁啊？您忘了，几年前我们在执法局见过一面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是李军的姑父？没错，是我。李军，你姑父在这儿都不来打个招呼吗？这么不孝顺啊！郑少，他李军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畜生，我们家早就跟他没关系了。连亲人都不待见你，有个词儿怎么说来着？丧家之犬。少爷怎么还没上去？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李军，你想干什么？刚出狱才几天，就又想进去是不是？让开！哼，反了你了！不让能怎么样？还想跟我动手？李军，你就是个废物，女人你保不住，脸面也保不住。你不是想让我再说一遍吗？好好听着，你李军就是个丧家之犬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人要有自知之明，你是什么身份，我又是什么身份，跟我斗，你有那个资格吗？我1块表都够买你命了。够买我的命？哼，郑少说的没错，你这种，你敢打我？我对你已经足够宽容了，换做其他人。地震了，还是冲动了。现在该算算我们的账。我警告你别乱来。老白，这震的也不是很严重，这人怎么还昏迷了？爸，你快醒醒！老白被玻璃砸到了。你别吓我！我看是被人打了，你看他脸上还有印子呢。谁？是谁打的？是他打的，他就是个蹲过监狱的疯子，连自己的亲姑父都打。对，我作证，就是他打的，而且他还要打我和我老公。就算你对我爸有什么不满，也不用下这么重的手吧。小军，他是你姑父，就算他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也不能动手啊！快落下来，他又要动手了，连自己亲人都打，看来是真疯了。赶紧躲远点，
我知道你心里有怨，但你有什么气可以冲我来？说完了。滚开！你谁呀？你疯了？那是君临集团总裁顾言。顾总，昨晚是谁救的你？你应该清楚。李军救了我没错，但他凭什么打我爸？而且我爸还是他的长辈。没错，对自己长辈动手，说破天也没道理啊！闭嘴，你疯了？没看出来顾言站在哪边吗？老板，我们走吧。老板，你是君临集团的老板？小军，你走。今天的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不用自责。如果我跟你一起下车，就不会出这么多事。断清了也好，从今天起，姑姑那边的事儿不用再派人关注了。明白了，少爷。另外，派人查郑阳的背景。在您出狱之前，我就已经查过了。郑阳幼年父母双亡，留下一笔巨额遗产。成年后，郑阳用这笔遗产投资了青稞集团，占股10%，不参与管理，只拿分红。郑阳拿着10%股份，黄四月竟然能忍住不下手，你不觉得有问题？确实不合理。黄四月为人贪婪，为了利益不择手段。难道郑阳是他的私生子？也不对，黄四月好像没结婚。如果郑阳真是他的儿子，他不可能不认。你高看黄思婷了，他没能力把我转进第4监狱，郑阳跟他没关系。我一定会查清郑阳的真实身份。能查出来最好，查不出来也不要紧，他们会有动作的。这一次新账旧账一起算。我告诉你，不管李军走了什么狗屎运，你最好别有什么想法。你抽什么风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觉得李军是君临老板，想回去找他。我不想在这跟你吵。臭婊子，你要是敢背叛我，我就弄死你！爸，说了多少遍，别叫我爸。我这出了点事儿。李军现在是君临集团老板，他在查是谁把他弄进第4监狱。跟陆琪断联系，我安排人处理，你出国吧。黄总，明天有空的话，能陪我去逛街吗？我看中一个包。有没有空，得看你表现了。别接了，滚出去！您擦擦。郑阳和李军因为这个女人发生点纠葛，都是年轻人，为了一个女人不知轻重也可以理解，但这件事应该到此为止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带着她去跟李军谈谈，能解决问题最好。如果解决不了问题，那就……听说你已经对李军动过一次手。您放心，上次是意外，这次我一定会安排好。长得虽然还行，但比顾言可差远了。李军能看得上你？我是李军的初恋，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顾言能比的。你说的最好是真的，不然你也就没什么用了。周会长，我想让你做个中间人，我决定亲自给李军赔罪。做生意就是要以和为贵，楚州的经济还得靠你们。放心，我去跟李军说，他会给我这个面子的。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放心，周会长，我
我一定到场。黄四月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竟然找上周会长说要跟我道歉。少爷，黄四月肯定不怀好意。周会长的面子还是要给的，不然南山项目就只能放弃了。而且不去的话，好像我怕了他一样。我们刚开始调查正阳，黄四月就要约你见面，会不会太巧了？应该不是巧合。我很期待明天见面的时候，黄思玉会做什么。大山哥，他们出发了。你怎么选了这么偏僻的地方？这里安静好谈事儿，而且我打算把这里开发成高档的温泉会所，正好让您和李总先体验体验。你恐高？黄四月肯定不怀好意，不然怎么会找这么偏僻的地方？李总、顾总，后面有车跟着我们。黄四月疯了，敢明目张胆的动手。手机也没信号了。前面被堵住了。待在车上别下来。李总，后面也被堵住了。李军，看看这是谁？这是陆琪。李军，救救我！李军，你要是不想看着他死，就让你的人把武器都放下。李总，千万不能答应。李军，听他的，不然他真会杀了我的。你是在跟我说话？李军，你就让他们把武器放下吧，就当是为了我，行吗？陆琪，其实这3年来，我每天都在想你。我就知道你肯定忘不了我。没想到堂堂君临集团的老板还是个情种啊！李总，千万不能答应啊！他们明显没打算放过你。陆琪，你为我受的苦我都记在心里，要不你就为我牺牲一次吧。你放心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你。你说什么？你要牺牲我？委屈你了，你忍一忍。你放心，他肯定不敢杀人。李军，你还是口是大人，让你的人把武器放下，不然我这辈子都不原谅你。李总，真的不能答应。对了，李总，千万不能答应，千万不能答应。都别说了，我意已决。看来你是做好选择了。我最后给你3秒钟，让你的人把武器放下。李军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吗？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算什么男人？啊！求求你了，李军，救救我，这样我们就能一直在一起了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没忍住，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动手啊！看我干什么？动手啊！李军，你疯了？难道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吗？在乎你，你也配？你以为我还是3年前那个李军？你是死是活都跟我没有关系。下，给我弄死他！李总，拿着防身。前面的交给我。别愣着了，后面的要冲上来了！李总这么久还没来，不会是不来了吧？不可能，李军小友绝对不是食言的人，应该是有什么事儿耽搁了。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。这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我看是李军不想跟我谈，既然这样，我就不热脸贴牢屁股了。黄四月什么时候脾气变得这么好了？
周会长，不好意思，让您白跑一趟，被放鸽子还笑得出来。黄总客气了，李总应该是被什么事耽搁了。那今天就先这样，改天我再帮你们约个时间。子越这个狗东西，竟然敢把我当枪使！跟上去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！有本事跟我打枪！刚刚你人多的时候不说单挑，现在想单挑？真当老子是泥捏的？让他们滚，不然就一起死！你们带顾总先走。顾总，快下车离开这儿！顾总，我们得走了。顾姐，你可千万别犯错。女人就是靠不住，她丢下你一个人跑了，现在是不是很失望？失望。黄思月有你这么蠢的手下是怎么走到今天？你找死！就这两下子，别说我欺负你，让你一只手。再来。单挑，你连让我出汗都不配。我承认你很强，还不是要跟我一起死？黄总，还好你及时停下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就是可惜了李总，本想跟他好好谈谈的。李总，一路走好啊！黄思月，你干了什么？周会长。我什么都没干啊，我们不是一直在一起吗？我只是看到李总的车队被埋在里面了，说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偏僻地方？地方是你找的，你敢说跟你没关系？周会长这话从何说起？李军遇上隧道坍塌，说明他运气好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你不能因为人是我约的，就把账算在我头上吧？我现在就去总督府，让总督派人调查。一旦查实，下半辈子你等着在监狱度过吧。周会长，我劝你别费这个力气，一个商会会长管得太宽，小心晚节不保。绝不会让你这种败类逍遥法外。于先生，李军解决了，但是周炳坤应该知道事情是我做的。处理干净了，您放心，绝对干净。周炳坤让我来处理。君临集团是我的了！哈哈哈哈。顾总，里面很危险，您不能回去。哭什么？哪里受伤了？我以为你……我身上很脏。我被人绑架了，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你能带我一程吗？上车吧。你说你被绑架了，怎么回事？都是因为李军，他们想用我威胁李军。威胁李军？你是李军小友的什么人？李军小友，他也认识李军。我是李军的女朋友。你快看看，绑架你的是不是这个人？就是他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们现在就去总督府，当着总督的面指认黄思月。我不能去，他会杀了我的。李军小友被害，李军死了，也有我的一部分责任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肯在总督面前指认黄思月，
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，再想办法让你拿到君临集团的一部分股权。君临集团的股权？真的？你真能把君临集团给我？不是把君临集团给你，是给你一部分股权。一部分股权也行，我愿意作证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见总督。不用紧张，把你怎么遇见黄思月，黄思月怎么用你威胁李军的事说出来就好。于总督，黄四月光天化日之下派人谋害君临集团的李军，希望您能严肃处理。周会长，你说黄四月谋害君临集团的李军，这个声音有证据吗？有，我身边这位是李军的女友陆琪，被黄四叶绑架，用来威胁李军。我在路上碰巧救了她。有证人那就好办了，让他说说吧。你还在等什么？如实跟总督说，是谁绑架了你？说说吧，是谁绑架了你？没人绑架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说什么？周会长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陆琪，这里是总督府，黄四月的手伸不到这里，你在怕什么？够了，周会长，我看你是老糊涂了。黄四月也是楚州商界的领军人物，总督没有证据的事怎么能乱说？一会儿我还有个会，事关京都南宫家在楚州的投资，这关系到楚州未来10年的发展，你这个商会会长要分得清轻重。让你走了吗？你很不错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保证不会乱说的。你的保证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，只有死人才不会乱说。不过我愿意给犯错的年轻人一个机会，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了。我能。干什么？坐下，姑娘家的成何体统？妈，这都等了半个小时了，还一个安家的赘婿，架子倒是不行。小点声。不管怎么说，宇宪华也是楚州的总督，该给的尊重还是要给的。还不是靠着安家那个老女人才当上的总。我最瞧不起这种靠女人上位的凤凰男。他靠什么跟我们都没关系，我们来楚州有更重要的事。不是来投资的吗？这次家族提前得到消息，纳兰龙轩的徒弟就在楚州，只要能先一步接近对方，可保我南宫家百年不衰。禅龙殿店主纳兰龙轩，小点声。这次机会难得，你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纳兰龙轩的徒弟，让二位久等了，临时出了点事儿，实在脱不开身。于总督日理万机，我们等一下也无妨。听说副总打算在楚州投资，不知预算是多少？投资的事先不急，南宫家最近有些青黄不接，年轻一代难堪重负，所以这一趟最主要的目的是想为我女儿找个合适的联姻对象。于总督在楚州多年，想必认识不少青年才俊。不知南宫小姐有什么要求？我要求不是不多，只要家世清白，有真本事。对了，最重要的一点差点忘了，不能是靠女人上位的凤凰男。南宫小姐说的是，我这里确实有个合适的人选，君临集团老板，年纪轻轻已经纵拥100亿市值的企业。于总，这人该不会在楚州有什么背景吧？这人不久前还寂寂无人，楚州商界至今没几个人见过他的真面目。年纪轻轻就这么有本事，不错，那就麻烦于总安排见面了。没问题，我尽快安排。我之前跟你说的都记住了。重复一遍。李军绑架了我，威胁郑阳把君临集团的股份转让给他。来人！李军以非法手段窃取了君临集团的股份，派巡天卫接管君临集团。是。等等，马上安排郑阳回国。郑阳一到，立刻安排他接手君临集团。明白。哈哈哈哈哈！少爷，你快尝尝，这次肯定好吃。
怎么样？好吃吗？还可以。对方还真能沉住气，再不出手，我怕我真被毒死。李总，巡天卫强行接管了君临集团，说您的股份是非法手段获得的。终于来了，不过这巡天卫是哪来的？权力这么大？巡天卫是总督府的直下卫队。总督府，还真是调出来一条大鱼。可惜，就是不能让李军亲眼看看我是怎么夺走他的一切的。找到李军的尸体了吗？隧道的清理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了，今天应该就有结果了。等会儿找到他的尸体了，记得拉过来转一圈再烧。如您所愿。你就是梁勇？对，我就是梁勇。你们这是？李军以非法手段强抢君临集团股份，总督要求你配合郑总重新执掌君临集团，这是总督亲自签署的命令，你可以看一下。总督的命令我肯定服从，只是这郑总是哪位？君临集团被收购之前，股东里也没有姓郑的呀。瞎了你的狗眼！除了我还能有谁？我明白总督的意思了，可是这里面漏洞有点大呀，万一被人揭穿了……梁副总只管放心，你只要帮郑总坐稳位置，剩下的事儿于总督会安排。而且李军已经死了，不会出任何差错。李军死了？就你这城府，怎么当上副总？死个人也值得这么大呼小叫？郑总，以后还请您多多提醒。我还有别的事，就先告辞了。带路，我要去我的办公室看看。好的，郑总，我这就带您去。黄总，这是最后一具尸体了。难道李军被炸成灰了？你们两个留在这儿，给我盯仔细了。是。开车回办公室。好的，黄总。简直荒唐！这和强抢有什么区别？周会长慎言，这是总督亲自下的命令。好，既然你们说李军用非法手段抢了这个郑阳的股份，那就拿出证据。说起来这件事儿还要感谢周会长，要不是你把关键证人带回来了，总督也很难办。没错，就是陆琪指认的李军。周会长，奉劝你一句，你岁数也不小，提前退休，享享清福吧。这也是总督的意思。李军校友，是我对不起你啊！事情都办妥了，周秉坑已经宣布卸任楚州商会会长的职位。做得不错。隧道那边怎么样了？找到李军的尸体了吗？黄思月说李军距离爆炸点太近，没留全尸。安排下去，邀请楚州商会的成员明天投票选举新任会长。记得通知傅红和南宫雪，要让他们母女亲眼看到郑阳当上商会会长。好的，总督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只是一直盯着会长位置的黄思月会不会有什么意见？有意见？狗会对主人有意见吗？是。听说今天于总督会亲自来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还用问吗？你也不想想，为什么大家都不进去？你们说这周会长怎么忽然提前退休了，让人猝不及防啊！官不大，台场倒是不小。纳兰龙轩也没有这么高调。我知道你看不上雨谢华，但是面子还是要过得去的。知道了。我没看错吧？于总督亲自去给人开车门，开车门那个确实是于总督，是京都南宫家的人。我在京都远远见过一次。愣着干什么？开车门啊！
傻死！开快点儿，别耽误了老子的大事。好的。于总督，还要等多久？可能是路上堵车，再等等。不急，今天也算看着于总督长见识了，竟然还有不把总督放在眼里的商人。雪儿，抱歉，于总督，雪儿从小被我娇惯坏了，您别放在心上。南宫小姐性格直率，挺好的。郑总和黄总的电话都打不通，派人去找了吗？已经派了，还没有消息。各位，又见面了。这位就是于总督吧？久仰久仰。虽然这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我们认识也有3年了。于总督，难道这位就是君临集团的郑总？当然不是。给我拿下他！于总督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也是楚州商会的会员，你这么对我不合适。你以非法手段窃取君临集团郑总股份，拿下你合法合理。你说我窃取君临集团的股份，也要拿出证据来，不能因为你是总督，就随便把我这个李总换成郑总。于总督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妈，你还没看懂吗？这是狸猫换太子，现在被甄太子找上门了。既然你想要证据，那我就给你证据。去把陆琪带来，今天我要当场判死他。陆琪，你放心，有我在这儿，没人敢对你不利。大胆把李军的行径公之于众。是李军，就是李军绑架了我。他说如果我不配合就杀了我，他还逼郑阳把君临集团的股份转给他。郑阳是为了救我才签的字。陆琪是郑阳未婚妻这件事，很多人可以证明。我手里这份就是郑阳把股份转让给李军的协议。黑社会还知道祸不及家人，真属命。难怪周会长突然退休，原来是被李军害的。雨谢华，郑阳有未婚妻了，你还要介绍给雪儿？这只是未婚妻，我觉得郑阳会做出更正确的选择。那个郑阳为了救陆琪，连君临集团都舍得给别人，你觉得他会选择我？这件事确实是我太主观了，就此作罢。各位都听见了，李军非法夺取君临集团股份的事实不容辩驳，还等什么？拿下他！慢着！周会长，周会长也来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是李军绑架了你？对，就是他。我在盘山道上救下你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劝你最好想好了再说。我那辆车上可是有监控的。周会长，有监控你大胆现在拿走。哼，这个女人是我亲自从盘山路隧道附近救下来的。当时她口口声声跟我说是黄思月绑架了她，目的是威胁李军。盘山路隧道坍塌也是黄思月一手造成的。周会长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这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我周炳坤在楚州商会当了20年会长，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人，都以诚信为本。于总督，你不应该给大家一个解释吗？确实有趣。周炳坤，你确定要跟我作对？你别忘了，我才是楚州的总督。我今天不单是为李军小友平反，还要还楚州商界一个公平的环境。君临集团可是市值100亿的企业，更是楚州的商业龙头，连君临集团都能一业易主，以后谁还敢来楚州投资？周会长说的对，没错，楚州不是资产，不能乱来。于总督，你该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妈，雨谢华这次不会直接被搞下台吧？你太小看总督的能量了，除非他还有后手。好，这件事我会重新调查，但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李军必须被收押。于总督，先别急着动手。难道你就不想知道青科集团的黄总为什么没到？这一刀绝对插到于宪华的软肋了。黄总，到了，可以下车了。李军，既然捡了一条命，就别作死了，不然谁也救不了你。你说那位于总督能救我？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等你和我一起出现在雨谢华面前，你猜他会不会信你什么都没说？于总督，
如果随便一个人诬陷我，我就要自证清白，那我这个总督干脆别当了。说得好，先不说黄四爷到底有没有诬陷于总督，按照于总督的说法，单凭陆琪的一面之词，你就要收押我，也不合适。于总，你这有点双标吧？我是楚州总督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一个刚出狱的劳改犯，有什么资格跟我相提并论？还真是脸都不要了。傅红，这就是你们南宫家的家教。可小辈在这种场合肆无忌惮的羞辱我，真当我雨谢华是你捏的？于谢华，你只是一个安家赘婿，注意跟我说话的态度。我能代表南宫家，你能代表安家吗？我们走。少爷，这么让他走了，那张牌要在合适的时机打出来才有效果。还要多谢两位仗义直言，不然也不会这么轻松。这是我女儿，你们应该更有共同话题，年轻人之间要多交流。你好，我叫南宫雪。你好，我叫顾言。你好。周会长，这次多谢你了。谢就不必了，能不能把那幅仕女图借我赏阅赏阅？没问题。宝贝，我这儿遇到点问题，能不能让你哥来一趟楚州？黄四月想要携款跑路，被手下人发现，被乱刀砍死。便宜他了。李军哥哥，从今天起我就跟着你了，这样也方便我们好好交流。谁允许你进来了？哥哥，他凶我。怎么感觉比对付雨谢华还累？李军，跟我们走一趟，这是总督特批的逮捕令。凭什么？以什么罪名？涉嫌伤害商业竞争对手黄四峰。我看雨谢华是疯了，这种命令都敢下。你先跟他们走，我这就从京都调人来。我跟你们走，这就是我说的合适的时机。可是少爷，我怕他们……放心，别说他们几个，就是整个巡天卫也奈何不了我。让一个年轻人把你逼到这个份上，我安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他丢人的事儿可不止这一件。于谢华，你就不好奇郑阳在哪儿吗？郑阳是谁？郑阳是……既然于总督不好意思说，那就让我说吧。于谢华，你和郑阳的亲子鉴定报告就在这个 U 盘里，要不要让你身旁这位验证一下啊？竟然背着我妹妹养私生子，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怪不得雨谢华斗不过你。可惜，我不会给你翻盘的机会。巡天卫听令，将其就地枪决。不愧是京都豪门，想杀谁就杀谁，连审判程序都省了。哼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用实力说话的。你说这个世界用实力说话，那我现在也可以杀了你，没错吧？这不是安启东吗？还真把楚州当成你安家的后花园了。你不是爱笑吗？现在怎么不笑了？有本事就让你手下的人开枪，大不了一起死。第4监狱空床位不少，你和雨谢华正好做个伴。哼，我敢进，就怕楚州的监狱不敢收。师傅，不错，没给我丢人。安家，完了。